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8月27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7号今仔日是年底大选登记的第一天，这些议员参选人拢要来抢一个好彩头。有的人是请助选员来拼声册，有的人是家己一个人来登记。有议员以着共产党的名义要来参选，现场当选加油的声音不断，闹得滚滚。今日是年底市长甲议员选举登记的头一天，上午这议员候选人无分党派，拢选定属于家己上好的时辰要来登记，博一个好彩头。其中参选南区、安平区的议员候选人林书记，伫竞选团队甲支持者的小厅完成登记，拼声势嘛拼人气。另外，同款竞选南区甲安平区的前议员陈进业，嘛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也无做选员陪同，家己一个人就来登记，要对跋倒所在搁爬起来。因为我是迄个民进党的创党党员吼，这37人来，属实32人来，所以对本来街头运动也好，议会文也好，小弟拢是勇敢向前，真情付出，所以期待这届吼，咱南区、安平区这乡亲，再有小弟一个机会，为大家来拍拼服务。会中由林德区长转换跑道，要拼南关线议员的郭凤仪，嘛强调家己亲近地方27党，上了解基层，因为机会降临，需要任务嘛是持续推动南关线的治水工程。当然，治水工程不是1天、2天、1年、2年就可以完成，持续还在做未来还有很多必须要再去努力的地方我想在未来我们的如果有这个机会上担任市议员的话，我会努力在治水方面再多加努力在为我们新丰地区也让ให้大家把那个淹水的几率降到最低。上伫选会登记参选的议员当中，上届下巴也是身穿红衫，投伫共产党无爱台湾人民共产党林德旺。伊表示，因为不满下巴被边缘化，对哪里的政策拢反感，只有共产党真正要拼经济。目前国民党、民进党、共产党啦因为啥？因为阮成立这个共产党阮就是为啥物成立共产党？因为唯有共产党会当啥呢？会当发展经济会当强大咱的国防军事会当互咱台湾的百姓过好日子这是阮上基本的就是讲爱互台湾人民过好日子。登记第一天上午虽然一直落雨，而且雨势阁未小，不过参选人无分哪里拢来，场面相当热烈。会中当选加油声不断，只是市场参选人到记者查个进前，拢也无人登记。但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根据了解，无党籍市长参选人林义峰伫咧下午抢头香，率先所有的市长参选人完成登记。另外，伫咧上午所有登记参选议员当中，拼南区、安平区的候选人林世杰伫咧首次参选，就有真好的声势。上午伊为着正式登记，再次对樱花宫上乡出发，并且以着车队游行的方式来向乡亲报告。会中伊思思念念的，也是要如何来协助水灾民众重建家园，并且督促政府应该要重新检讨着治水的政策。8月2日暗时开始的好大雨，造成台南出现严重水灾。其中议员候选人林书记就来暂缓选举行程，嘛无着风雨前往南区万里新疆地势较低所在，了解灾情，关心民众。一直到27号上午，按照竞选总部所排定的量刑节日，日头早9点，先前往新宁寄托的樱花宫上香。祈求新民庇佑灾情，嘛表达全力以赴争取胜选的企图心。需要请出大阵尊王，希望伫新民的加持，予伊首次参选顺利。
接续一群人回到总部，伫里长、爱心妈妈甲热情民众的小厅，以车队游行向乡亲报告要前往登记，强调唔惊风、唔惊雨，要做市民的先锋。虽然今仔日落雨，但是伊唔惊雨、唔惊风，因为伊甘愿要来做咱乡亲的先锋。希望咱这的乡亲时代，咱这的长辈，疼惜咱家己的子弟，看成咱家己的在地人，咱的林事家。虽然落天啦吼，我嘛是如期吼人讲的唔惊风、唔惊雨吼，来前往到这个登记。因为这次要登记的上这个时辰是有竞选总部来排列的，所以阮拢按照着竞选总部伊所安排的这个竞选的步骤来进行啦吼。对宣布参选以来，林书记一步一脚印，认真打拼精神，对啊市商会等于过去服务的团体拢真专业收听，毛这些乡亲被热情所感动，替伊助选。伫今日27号登记完成以后，伊游玩在意民众被淹水所苦，所以强调会当参考欧洲国家治水有成经验，对都市更新甲法令政策来重新检讨。防治着这水灾，应该对都市更新来做起啊！有都市更新甲这个治水这个管理的方式个对啊，爱来做一个结合，到我都通个完整啦，来排除掉这水灾的这个情形，嘛会当参考到欧洲治水的经验嘛这次咱遮一寡台湾市，咱遮一寡偏乡的地区伊接水遮一寡民众，咱嘛而且感觉平平是一个，如果来讲城市会接水，这不是一个已开发的城市应该有的情形，这对当政者爱是一个爱有一个警讯啦咱也希望未来咱台南市的市长，伊是一个有魄力，而且都市更新的部分对伊会当展出着伊的魄力来完成着讲这个城市的改造。登记参选过后，为了希望乡亲到牵成集中选票，竞选团队嘛再次用车队扫街争取认同。但新闻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23号，伫台湾海峡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为南台湾带来超大的豪雨，并且一落就连续落几日天，嘛互台南地区侪所在拢来淹水。伫咧安南区这边，更是因为落地了排水工程做到一半，临时所存的方案嘛无规划好势，大雨一来，淹水的状况比较早更加严重，嘛互侪民众怨声不断。纷纷向立法委员陈廷辉来陈情，希望会当改善淹水的状况。会动市府水利局以及第6河川局的官员到现场，立法委员陈廷辉、副议长郭信良25号一透早就无闲咧了解水灾的灾情，特别是落地了排水系统遮出了相当大的问题，因为做堤防工程，煞无细坑，互路面的水有水路会当消透过河道。佮加上工程还未整体来完成，造成堤防有开孔，才会互新顺利这个所在淹水应该比过去较严重。今仔日特别要求到咱相关单位来现场。第一点就是讲，咱这河道的清气，就是要安怎这布地链的部分，一定要保持咱河道的畅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咱这个工程，咱这个堤防才做起来，你一定要有细坑长造成讲，咱的堤防内面水竟然比咱外口的水搁较低。咱的水是无法度消透过咱的河道的，所以这是最严重的，所以就必须爱看要安怎来细坑，将咱的路面水会当排入咱的整个咱的河道内面，然后就是咱有缺口，我们的堤防有缺口，有缺口之后变成水是倒架倒来的。当伊水的时阵，伊悬，伊就倒架倒来，所以咱的路面水甲咱住户淹水的问题，无法度做这个改变，因为变成因的水消退，外口水搁加入。所以今仔特别邀请到咱相关单位来看，赶紧来做彻底处理。接下来，立委陈廷辉也赶到12点遮，了解民众因为水灾所造成的损失。一踏入鸡场，看到满世界拢是死去的鸡仔，陈廷辉的心情非常震动，也呼吁市政府，这个水灾灾害认定应该放宽，尽量来弥补掉民众的损失。水灾呢？看到这鸡仔损失
几万只的吼，啊，规个机场我剩只蚵仔尔，看了真心疼。这那这个农民啊，损失毁于一旦，搁一礼拜呢，搁一礼拜鸡仔就会当出货，算是真严重，看了真心疼，真唔甘。咱看到家场吼，遮个损失吼，其实咱拢非常的艰苦吼。尤其昨其实阮拢咧做一寡抢救遮个农业、农产的即个部分吼，但是总是有部分咱还是无法度紧急来甲协助，所以看到这个情形，咱非常艰苦。所以咱希望讲，咱相关单位，包括中央甲地方政府，即道包括咱民宅啊，甲咱农业、渔业，甲着一寡工场的损失，咱一定爱从宽。从优来协助，这才是上重要。位伫个国道8号边仔，地势相对较低，公信里伫咧大雨一直落的状况之下，积水上界深也来到100公分。立委陈廷辉当时也紧急调派着2台抽水机啊，帮助排水入大沟。咱闸门溪排水是中央管排，有中央预算。但是，伫咱现主席阁有前瞻，要安怎会当甲合并处理来做一个上紧的速度？因为咱头前有做，后壁上关键无做，无收尾，人民就会感受到讲，就是做一半，甚至若变淹水，就会感受到咱头前做的咱拢无效。所以这就是治水一个足关键的问题。所以咱希望讲，咱的治水要一次到位。现在有前瞻，怎么一次到位让人民有感，才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最关键的动作。立委陈廷辉也再次强调，闸门溪排水甲落地寮排水的工程一定要一改做到位，赶紧来做好，才会当互咱安南区的乡亲免去淹水灾难。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市先进运输系统日前经过行政院协定，并且佮宣布3条路线要共齐来进行。不过，议员李坤宏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一方面关心着起航的时间点，另外一方面嘛烦恼先进运输会变作是一个钱坑。台南市先进运输系统日前则伫咧平时营区正式宣誓启动。不过，当地议员李坤宏却认为，这运无一定是台南上界重要的工程，应该将公车系统先做好。避免这运成为另外一个钱坑。接续议员也关心到飞燕新村都更案，议员认为因为文资审查无法度全部开发，不过也烦恼代表厂商恐惊的起诉会成。飞燕新村本席从103年讲到现在哈，现在也暂停，无要开发。不过，都发局长。会不会死灰复燃？本身以后袂得搁多遮讲啊，以后无人要讲啊。当然，内心只有本席比较了解而已。啊，以后人本身无直接讲，那会不会死灰复燃？所以地方很关心这个问题，是不是远雄的会死灰复燃？但台市政府又让准他开发，也冇可能甘心。这个立员报告了哈，因为目前为止远雄也没有提出更好的方案啊。这个目前这个基地大概就是大概没有开发的动作。好，你请坐好。同款关心到都市发展，也有利用公墓的市地中划，议员建议应该爱将主18甲18之1的道路列入。不过，都发局认为，因为公设比的上限已经超出地主负担，所以暂时无法度列入。等新闻联跟王子豪采访报道。南部这几天好大雨，造成侪所在来淹水，议员蔡苏秋金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针对大北门地区淹水的状况，甲市府提出探讨。伊认为治水应该爱整体规划，应该爱重新思考。虽然专业真重要，不过嘛爱甲地方来沟通，听出着经验甲意见。透过一张又搁一张淹水勘灾相片，议员蔡苏秋金除了感谢这2间官员甲救灾人员的救助，另外也借此甲市府要来探讨治水的成效。伊举着大北门地区为例，有的积水非常严重，甚至2-3天拢无退，要求市府对整体治水规划爱重新思考。偏离预算时，我是感觉要有效的水，对源头头港遐源头开始来做整体的规划，
希望恁地当听地方基层的声音，做有效的整治，莫用恁专业、恁的专业经验，专业甲经验是有分差的。恁专业恁会当啊做整体规划，毋过恁的经验恁毋知影地方的地理环境到底爱对对安怎做改善，它会当做有效的效果的治水啦吼。所以咱真侪钱开落是安怎，咱无法度来达成治水，今仔日造成即个灾情遮尔严重。所以我希望恁遮个水利单位，咱所有相关单位，咱袂使用恁的专业，咱来配合地方的经验来整合开，安尼它是会当是有效的治疗啦吼。其中北门玉港里因为地势较低，会当讲每一届落雨的饮水，佮加上围堤也佮有缺口。对此，代理市长李梦燕也无客气来表示，因为该位置本地就较低，除非迁村，若无就爱靠围堤，但是也是有住户无愿意配合。专家吼，伊讲里面就是讲因的围体吼，因咧做围体，有可能一寡土地征收的问题，也是无同意的时阵，伊拢有迄个车库。结果迄个车库就是水拢对迄车库引来，所以你只只围体也嘛是无效啦吼。围体的车库拢啊水都引入来啦吼。袂使拢完全拢怪政府，因为民众也这个很多咱因为迄已经先天低洼哈，啊你只有围体一土，哦除非你迁村垫高，哦啊但是迄我想迁村垫高是无可能啦，哦因为迄是先天的大家祖先就要去住伫迄个遐尔低的所在，啊四周拢比较悬。啊，所以迄先天就变做水真歹排出去，啊，所以只有围体一土啦，吼，啊，围体大家佫无爱配合，吼，有缺口嘛无爱提供土地，要甲征收嘛抗议，吼，啊，所以坦白讲，迄个所在饮水，毋是完全政府迄个做得不好，我觉得民众乡亲也要配合。因为积水无退除，要找出真正的原因。议员认为平常时抽水机的维护也非常重要，毋通等到紧急的时阵要抽水，煞机来歹去。台湾新闻联跟王子豪采访报道。小巨蛋已经确定袂伫东区，但这块面积遮尔大，将近15公顷的土地，未来要安怎规划运用？针对着这个问题，市议员詹培雅上午伫咧市政总集群特别关心，嘛甲代理市长李梦燕伫咧议事厅认真讨论着东区未来要安怎来规划。市议员詹培雅伫咧总集群一开始先回顾着东区已经完成的重大建设，接下来着针对未来东区要安怎规划，开始一步一步讲出伊的愿望。首先是大林国宅附近旱地的空间，目前做临时停车场，但詹培雅要求市府应该爱做更加有效、更加好的规划。另外，原本要用来起小巨蛋的15公顷文教用地，因为小巨蛋确定无要起伫遮，詹培雅也关心到这块土地未来规划，也提出伊希望做国际音乐厅的看法。咱的台南市文化中心已经34档啦，已经34年。那既然我们南台副都心已经完成了，如果在文化中心，咱来连线，缝合在咱的南台副都心，咱的那个国际音乐厅，未来如果盖个国际音乐厅，以体感中心的结合，到这点来到奇美博物馆，是毋是足整体性？免个当台南市的门面做一个文化艺廊，你想安尼敢好？针对着议员的关心，代理市长李梦燕也回应，即马有2条路线咧规划，可能做科教馆，或者是议员所愿望的音乐厅。这个所在，目前有2个方向正在处理哈，一个是我们有跟行政院在争取，设立这个类似科教的这个科教馆，有点像科博馆、科教馆的这个方向。嘿，科博馆、体感中心，赖清德讲拢要去。到今嘛，我唔知影，咱大家拢认识，到年底就头啊啦。为什么到现在还一个简易式的那个简易式的游戏器材，还有囡仔耍诶？是啊，这有辱我东区的文化用地嘛。第二就是咱现在正在争取中央，那国发会也刚开完会，就是希望底下来设这个科教馆。我想这个科教馆跟未来如果说音乐厅，因为这个地方很大，其实是有机会可以相容。针对这块土地，教育局也表示，已经编列了2000万的预算，要将这块地好好整地、绿美化，地基作为公园，予民众使用，同时也是有先为长期未来重大建设来做准备。
台新闻林跟王子豪采访报道。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着要让复杂的佛法卖当予一般的民众更加简单的熟悉，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着一日禅的讲座，由着义空法师来演讲，用着活泼又个轻松的方式，引导众生要来熟悉佛法。伫庄严的南台别院大厅内，义空法师当甲台南的信众讲解一日禅的佛学奥妙。伊用的毋是困难的佛经，而是亲像日常生活开讲共款，用轻松的方式，并且用亲身体验过的代志，来带领民众进入佛法的大门，也互台下信众听了欢喜充满。这个演讲的主题就是一日禅。义空法师也简单解释了伊的意义。就是说，我们一滴淡水。一滴淡水可以救活那个枯干的鱼，如鱼得水。一滴淡水呢，让这种在沙漠中行走的人，他就好像获得甘露那个雨水一样的。所以我们一直说，从一个小一可以看出一个大世界。所以就好像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从一朵花可以看出整个一个缘起的道理。从一个字来去管窥整个佛法的全面，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这个小书，那后来我取了48个字，是因为佛教有一个阿弥陀佛，他设计了48个工程项目，我们叫48大愿。所以其实，在佛教很多的数字，它都有它的殊胜的，有它一个美妙的地方。所以我就写了这个选了48个字。其实它不只是可以48个字，它还可以很多48的 N 次方。那我其实这个是做一个抛砖引玉也能现铺，主要是能够希望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对佛法不会那么害怕。透过义空法师用心并且亲切的讲解方式来作为熟悉佛法的入门。同时，义空法师也就这本伊用尽心思所描写的一日禅当中分析了48个字，对每一个字当中来解说道理，并且引导众生更加熟悉佛法。台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民众因为酒气或者是喙齿、长气等等的喙齿问题，可能需要制作假喙齿来恢复牙的功能。一般假喙齿的材质拢是金属或者是陶瓷，即马嘛有一款氧化锆的材质，会当使用伫咧假喙齿的制作顶头，除了美观以外，也兼顾着强度，提供予民众一个新的选择。过去假喙齿的材料大部分拢是金属或者是陶瓷，现在嘛有一种氧化锆的材料。原本氧化锆大多数拢是使用伫人工关节较济，但现在嘛运用伫假喙齿的制作。除了材料的质地甲一般的喙齿较接近以外，伊的硬度嘛非常之悬，兼顾美观甲强度，是现在假喙齿的新选择。通常会建议患者，就是如果说你不希望嘴巴里面有一个金属的光泽，那你对于美观上，就是你如果没有到那么非常高度的要求的话，那我其实建议上很多状况下，你可以利用这个氧化锆的牙冠去做一个复形的动作。那因为说它这个是有就是接近于陶瓷的外观，它的美观性没有像一般金属那么不好。那强度上的话也比较接近于金属，它不会像陶瓷那样子容易有一些裂开的问题。那长期上也没有一些磁裂或者是
像是它的那个金属边缘露出的问题，所以适合使用在就是大多数的那个牙齿的部分，只要你不是说那么要求在美观的部分，那我们会建议患者可以去用这个氧化锆的牙冠。因为氧化锆的硬度非常的悬，所以嘛有民众出现长期使用间会造成牙齿磨损的疑问。医生指出，会出现这种状况，可能是表面的抛光无够，只要高度的抛光打磨，就袂对牙齿造成伤害。医生嘛建议患者伫咧看诊的时阵，会使对医师提出家己的需求，配合医师的专业，得到上好的治疗效果。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做伙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乌阴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24度至26度，落雨几率9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10级。真感谢你的收看，到8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